到早，欢迎收看今日7月13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来关心香港版的国安。7月10日开始，民主派嘛启动初选，要投入9月份的立法会选举。主办单位估计，这摆参加初选出来登票的人数超过60万人。香港版的国安法颠倒推出选票，嘛代表香港人争取民主的决心。 投票所头前大家落长，香港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初选的投票12暗9点结束，包括电子投票的超过58万人，也有到现场投票的1万多人。前立法会议员欧罗显讲，有超过60万人参加。负责统筹初选的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认为，港人在港版国安法的威胁中，依然坚持投票，是另外一面奇迹。呢啲嘅民主派嘅候選人都被當權者 無理地 DQ 咗，其實已經係向國際社會發出咗嗰個政治嘅訊息，就係香港人係堅定地係要爭取民主，而只係中共係無理地，亦都係背信棄義咁。就係有國安法嘅陰霾底下，都有58萬香港人， 以至將近60萬人出嚟投票，咁大家可以諗下香港人嘅勇敢。雖然電子選票的計算結果正緊，也毋過紙本選票的開票作業也佇咧進行，可能要到10時才會公布最後的選舉結果。歐羅顯講，初選的投票率已經超過預期，也代表這場初選投票得到的認同度正懸。香港除了港版國安法通過爭議，武漢肺炎的疫情佇12日 一天增加38件病例，其中13件感染源不明。官方認為，這擺疫情比3個時陣更加嚴重。面對香港大型本土爆發，香港抗疫專家梁道偉指出，主要是因為病毒佇咧基因突變了後，傳染力增加3成，平均一位患者會當拖互4個人。目前疫情大爆發風險較懸的所在是東九龍甲沙田區。 政府應該優先替這兩個區域的士大人做病毒檢測，因若是大型的活動，會當賣盡量賣。記者綜合報道。中國智庫表示，美軍 RC-135S 偵察機飛去南海，要去探中國的軍事行動，冒背過咱台灣東部外海空域。另外，咱的漢光演習對今日開始，會到7月17。國防部嘛用影片來展現咱國軍保護家園的決心。 啊！那國軍新編的聯合兵種營頭一擺參加演習，嘛引起外界注意。國軍年度重要演習漢光演習即將要登場13到17，展開為期5天4暝。三軍聯合防衛作戰實兵操演，國防部釋出戰鬥片，畫面會當看到戰機起飛觸及捍衛領空，海軍艦艇用火力鎮守海峽，展現保家衛國的決心。因為海軍陸戰隊佇演習有演發生意外，造成2名士官兵殉職，所以取消突擊艇周坡運動科目。學者表示，國軍演習之外，也愛防範強軍刺探軍情。 我們在演習的時候，他們派出電偵機在我們演習附近區域，坦白講，基本上呢也不意外吧。共軍的飛機經常靠近我們台灣西南邊嘛，派他們的各種電子機來了解我們的這個透過電子訊號等等，來收集一些資訊或情報。我們在做漢光演習的時候，它不會有周邊的活動，可能就太天真了一點，但是要看 他們距離我們多遠，有沒有挑釁？這擺漢光演習，佫較是國軍新編成的聯合兵種營頭一擺就任，要驗證這個練兵營就會當同時作戰。學者分析，強軍也有類似的學生營，兩個難免會被提來做比較。練兵營會成為強軍關注的項目。到底國軍到底漢光演習，美國軍機12經過咱國東部外海空域。 中國智庫也出，美軍 RC-135S 偵察機為奧克納瓦飛往南海，偵察強軍動態。這架偵察機用地追蹤飛彈軌跡。今年是比往年緊繃點，因為美中對抗的這個激烈增加。那麼這對抗裡面，當然除了科技經貿以外，當然也有軍事上的，像比如說最近美軍2號目前在南中國海演習等等。 美國戰爭為了反制中國佇南海軍演，7月7日派向航母打擊群實施軍演。另外，根據統計，強軍今年已經18擺派軍機擾台，我見將加打相關記錄20擺。學者講，美中關係惡化，台海受到影響，台海局勢今年是上緊張的一年，所以美中雙方佇台海、南海以及移動攏會被放大檢視。記者綜合報道。大家鄉親，咱做來看今仔日的早報重點，先來看聯合報。
108学年度的课纲实施满一档，地塔部针对全台湾929间国中、高中，也有1243个民众做调查。要我5成民众认为台湾的教育爱改革，也毋过对政府目前的改革方案，有58%的人认为宣传做无够，有超过6成的人唔知影，无听过108课纲。来看苹果日报。印度的媒体报讲，印度的外交部按算要派处理美国甲印度两边关系重要官员，美洲司的司长达斯来派来等台湾，正做代表印度上高阶的官员。外界认为，这代表印度有意思要加强甲咱台湾的关系。来看《中国时报》，国军年度演练汉光36号演习今日举行，会小练算5天，实兵实弹演练，当头戏是7月15。占南的发射重型鱼雷，7月16日台中嘛有反登陆的操演，咱总统蔡英文都会亲身到位。这礼拜三7月15进行3倍悬买起股啊，嘛会使直接去邮局买啊。若有注文的人，就会当去4大超商领。经济部是呼吁，唔好抢伫前3天，才袂甲人钱。另外，绑所谓的人比抓本的人是减真济，甚至有人讲已经绑好啊，煞后悔。经济部是表示讲，绑所谓的确实有较少，啊，毋过嘛有豆豆仔的增加。第二波3倍券抓本预购，10礼拜日是最后一天。虽然超商无出现预购金条，也毋过预购数已经冲破1000万件。到10日下昼4点，抓本预购大约是1002.3万件，所谓绑定大约156.7万件，合计大约1159万件。抓本占比超过86%。抓本发放将伫7月15拜三早起9点正式发放。不少民众表示，已经规划买物件，请到希望量再去领。15、16号的时候就会去领吧，因为我已经规划好自己要买什么了，因为考量东西要先买的问题。就惊15抓本券领迄天出现真侪人排队，经济部中小企业处预估抓本券开放领的前3天人数上济，呼吁民众延后去领，甚至传出为了分散领的人潮，将规划延迟领券的优惠还是抽奖。这个再看看那个各个通路有没有规划哈。目前我们是只有针对数位绑定的部分有抽奖的鼓励，真的还是鼓励大家不要集中在前3天，就多多分散。经济部强调，目前官方优惠只有所谓绑定才有抓本券优惠，是由通路实体店家规划，也毋过当地有银行业者透露，为咗绑定信用卡的民众，大约有1成人反悔改选抓本，再度影响所谓消费政策。其实这个是每天都在增加中啊，所以我不知道那个依存是怎么来的，我之间我们是看不出来啊。我是以自己习惯为主，LINE Pay Money的支付方式。回馈的话，点数可以去用贴图。虽然所谓绑定无可能成，也毋过其实也有不少民众有原来观望。第3波抓本预购日期为8月初1到初7。经济部强调，所谓绑定无期限，只要伫年底前完成绑定消费就会当。记者综合报道。做伙关心天气，今仔日同款高温烧热，若伫菲律宾东边即马有一个热带扰动，咱来看上新的温度。透过云图会当看到，伫菲律宾东边的海面上有一个热带扰动正在发展。今仔日明仔载2天会上挖进咱台湾，因为咱台湾附近的环境对伊不利，所以变作风台的机会无悬。未来这礼拜同款是真热，可能会称高温。气象局有针对16个县市发布黄色也是柑仔色的高温灯号。若明仔载受热带扰动的影响，东南部恒春有局部地占阵雨。若拜三的时，因为西南风增强，所以落雨的范围会扩大。中南部有地占阵雨，中部以北、东北部各地山区过昼了后，嘛有西北风。即阵啊，休热，真侪人会去海边啊，也是溪边耍水，啊，毋过不时嘛，拢会传出渡水的意外，所以一定爱细致。今年热天以来，全台气温一直升悬。12下到南投1度，青高39度，台北也有38度。烧热天气加上一种要休热，可能会有不少民众去海边、溪边耍水。也毋过这段期间也是学生渡水的高峰期。这几年的看见弱势家庭的家长，他们都还是需要工作。如果孩子没有办法适度的好好规划暑期生活，那孩子可能就是旁边的一条小溪流不注意，然后就跟几个亲朋友出去玩。这些东西都是平常孩子游玩的地方。家福基金会调查，弱势家庭学生因为资源不足，家长阁无用慷慨，休热期间定只有家己一个人，发生意外事故的比例较悬。
根据教育部校安统计，近3年来，当年拢有40件以上的毒水意外事件，而且大约有一半的事件拢发生伫6至8月期间，家长袂当无细意。孩子在玩水的时候，一定要眼睛看着孩子，叫声抛滑，叫旁边的人来帮忙，就有消防队来求救，然后伸出竹竿啊，或是一些比较长的物品比如说抛游泳圈，或者抛可以浮在水面上的，比如冰桶啊，或者说你旁边有橡皮艇，绝对不要一个人就跳下去。新北市消防局指出，各地游泳池也有像大坝溪、北势溪、甲有来定水溪，拢有袂少游客。也毋过耍水的同时，一定要注意水域安全相关设施。家长也爱随时关心小朋友的一举一动。若讲拄到状况，一定要大声喊救，并且敲消防队的电话，看情形来救人，千万毋通贸然家己去抢救。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中国当地落大水后做大水。中国政府讲，包括江西、湖北等拢总27个省，上报超过3400万人受影响，死亡人数也是失踪的人数，上报嘛已经有140个人。对空中翕到画面，看到江西省的鄱阳湖周边地区大水已经淹到沿江看不路也个沟啊。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CRI 报道指出，对11天尾光到12天尾光，将近20点钟内底，有4个水位观测站的测量值超过1998年创下历史纪录。据我们统计分析的话，近3日鄱阳湖每日的水位涨幅日均涨幅在0.53米以上。目前已经超警戒水位2米以上。同时的话呢，根据我们的分析预测，长江鄱阳湖的水位仍将继续上涨。根据 CRI 引用的中国官方统计，敢若是鄱阳湖流域就45万公顷的田被淹了，受影响的灾民人数有521万多人，其中大约43万人因为水灾被迫紧急避难。这个往上游来到东定湖流域所在湖北、湖南2省，用新复湖的水位来到23.7公尺，也超过1998年23.69公尺的历史纪录。这的灾民总人数有480万人，其中20万人紧急疏散到安全地区，另外有23人是不幸罹难。未来7到10天这个时段内，主要还是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它的这个累积的降水量会非常的大，降水持续时间相对也会比较长。换一句话讲，这波大水后至少会落到下礼拜6。另外，个真关心的3级大坝，尽管对6月下半月就开始下水，不过下水甲落大水后的水量无法配合，造成长江流域水位一直涨起来，常常超过警戒所达。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全世界武汉肺炎的疫情也在增加，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200多万例，死亡人数嘛超过56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无新的病例，目前是451例。中国的病例有83000多例，香港有1400多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巴西甲印度。美国已经超过341万例，巴西超过186万例，印度超过84万例，俄罗斯是72万例。欧洲的国家，西班牙超过30万例，英国超过29万例，意大利是24万例。世界卫生组织伫头拄的记者会顶头，伊是表示讲，全世界即马武汉肺炎一日新增加的病例又搁创下新高，是超过23万例。因为美国、巴西、印度、南非病例数直头在增加，其中美国的佛罗里达州疫情上界严重，一天就15000例确诊。民众伫酒吧内对待处理的警察发声。伫美国新冠病毒疫情重灾区佛罗里达州，一定坚持无爱灌水烟的民众，伫餐厅要免费送100份餐点，互无灌水烟的人客。最后负责人被带回调查。And you know what? You want to call me selfish for not wearing a mask? I want to say to you, all the people calling me selfish, you're the one who's trying to force me a medical procedure so you can feel more safe. 非洲当局这么担心，是因为12通报的病例15299人，唔但是创全州疫情的高峰，也创美国个别州单日感染人数上悬的纪录。伫过去一礼拜确诊率超过19%。So we've tested 2.4 million people. That is 1 for every 9 people in the state of Florida. So.
非洲的奥兰多迪士尼乐园11只重新开放，爱挂水岸磅体温才能入去。不过，一旦开偌久，即嘛有更加侪考验。因为美国超过一半的州，伫过去一礼拜确诊比例，拢比前一礼拜还佫较悬。超过一半的州政府要检讨解封计划。坚持不伫公共场所挂水岸的美国总统川普，11伫咧去马里兰州军变时阵，总算挂水岸，但事先通知媒体，也讲从来无反对挂水岸。Well, I'll probably have a mask if you must know. I mean, I'll probably have a mask. I think when you're in a hospital, especially in that particular setting where you're talking to a lot of soldiers and people that in some cases just got off the operating tables, I think it's a great thing to wear a mask. I've never been against masks, but I do believe they have a time and a place. 伫印度12通报确诊人数超过28000人，总单日新冠。77岁宝莱坞传奇明星阿米塔巴昌，一家伙仔3代确诊。除了阿米塔巴昌本人，同款是明星的后生、新妇、加8岁查某孙拢确诊。不过症状拢真轻微，也搁伫病治疗的阿米塔巴昌也伫社群媒体感谢各界关心。记者综合报道。即阵全世界武汉肺炎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200万例，等于一半较加台湾。4月底对香港逃亡去美国的中国病毒专家严立旺接受美国的媒体访问，伊讲中国甲 WHO 斗空隐瞒疫情，才会害到全世界。If I tell it in Hong Kong, the moment I start to tell it, I will be disappeared and killed. No one can hear me. So for this purpose, I would like to go to US and tell the truth of the origins of COVID-19 to the world. 严立旺伫接受美国福斯新闻网专访时讲到，伊甲董事、伊个同事，也有中国各地相关的研究人员，在去年底进行就方面研究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对中国散布到其他国家的状况，并且在12月31日，就中国疾病防控中心 CDC 的专家讲，政府已经知影讲有人传人的现象。不过，中国政府甲世卫组织在今年1月也对外坚持讲，新冠病毒袂人传人。I already know this would happen because I know the corruption among this kind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like WHO, to China government, to China Communist Party government. 严立旺在专访中也讲，就伫同事甲董事技术受到压力，要求大家点卖讲话时阵，原本是真支持伊工作翁婿，也向开始爱放弃这方面的研究。加上有李文亮医师讲出了后放掠，并且因为武汉肺炎死亡的案例，促使伊决定家己一人走往美国。当年中国政府对着严立旺的讲法是全盘否认，香港大学也以独介有关系的网页。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天玛雅文明的遗迹陆续出土，墨西哥的水底即马又搁发现美洲上古早的矿山，甲人类的遗骸。学者是分析讲，这大约是1万年到12000年前的物件，内底嘛藏真侪古早人生活的痕迹。伫藏水员入去海底洞，沿路看到各种的水底电子物，也搁看到敢若是火小鬼夫。这是墨西哥尤卡坦半岛东部水系。考古学家伫咧遮发现，疑似是玛雅文化挖矿的分裂。What's really remarkable about the site is the preservation. This is incredibly rare in archaeology to find evidence for human activity that's this old and this well preserved. 考古学家本来是要找伫2007年发现的一具女性纳亚的尸体跋海水死亡的原因，因为这具尸体已经死亡13000年，所以考古学家落去水底100多遍。伫这片海域找了600多点钟，煞意外伫这个海底洞发现这种朴实的矿石，因认为有可能是美洲上古老的矿山。La mina es uno de esos descubrimientos que abre una gran cantidad de puertas y ventanas hacia ese pasado remoto. Y es extraordinario lo que estos exploradores, espeleobusos de SINDAC han logrado ver dentro de estos pasajes inundados. Evidencia de minería de hace 10,000 años. 另外，洞内也有人类起火组织的分裂，也有用简单的石头做的挖坑的工具，有可能是玛雅文明已经伫咧遮挖矿。Nos permite ya empezar a entender algunas dinámicas de esas sociedades tempranas. ¿Qué hacían con este ocre? Lo utilizaban para pintarse, como algunas tribus de África actualmente todavía lo hacen. Lo utilizaban para cuestiones
médicas, porque el ocre tiene ciertos elementos que combaten bacterias, etc. 专家讲，这款小型建筑的历史差不多10000到12000年，了因为8000年前的冰河时期海平面上升，这款矿坑才无法度国用。而这也是6个伫咧墨西哥热带雨林发现的大型祭祀材料，佮发现疑似玛雅文明的位置，将会让帮助考古学家更加了解玛雅文明。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来去看世界。美国海军一只停伫圣地亚哥港口的两侧陆艦，当地时间12日早起9点，不明原因爆炸，引起大火甲真高的乌烟，造成21个人受伤。中国得到大水河做大水，长江大楼三峡水坝下水，水位超过警戒线。看样湖的面积创下10年来的上大，是暂时已经超过青海湖，目前是中国的第一大湖。来关心欧盟各国的外交部长7月13日今仔日要讨论香港的局势。开会之前，德国的总统史坦迈尔批评香港的国安法违背国际法，嘛警告讲会去影响欧洲甲中国的关系。镜头搁等下咱扩大来关心高雄市长补选，昨昏3党的参选人拢公布竞选总部的所在。民众党的吴益政总部昨昏启用啊，若民进党的陈其迈月底才要开幕。国民党的李美珍伊的总部是设伫国民党的高雄市东部。花湾口河骑着脚踏车准备出发，民众党的高雄市长补选参选人吴益政，昨日下晡由民众党主席台北市长郭文铁陪同，一路对市议会骑到前金区的竞选总部参加成立大会。被问到对手李美珍甲总部设伫国民党市东部是选项各如模式，伊无愿意评论。也没什么意义啊，就看看到哪里啊。我们高雄到底要怎么样把这些政策、空污啦、经济啦、年轻人的工作权到底怎么做讲清楚，让市民好做决定，而不要流于意识形态。大大的看板挂伫国民党市东部壁顶，主席江启臣早起也跳工来陪李美珍拜票。被问到总部设伫东部理由，李美珍讲补选真无用，所以尽量简单方便，有计7月中了后启用。因为之前的 style 跟我们年轻人比较不一样，所以这次梅珍想说把它改变一下，所以我们总部的祈福应该会是在7月中旬左右会找一个时间，所以可能要让我先整理一下。立民进党参选人陈其迈总部选伫个徛街中亚区，早起有先举行团办时也发炉，因为民进党提出的口号票投陈其迈顶发郭文铁，和郭文铁批评票投陈其迈是顶发高雄市民。陈其迈讲，郭市长应该定定到高雄行行。我假如担任市长啊，未来只有高雄队啊，那我一定会组成一个超越党派啊。那以在地优先跟专业优先为最重要的考量也不会有所谓的卖团队。高雄市长补选会在15抽号厝，参选的3党竞选总部也各自选好所在，上麦会在7月底全数启用，也代表选战的进入上修路的阶段。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行政院拍算提出聘用人员人事条例草案，只要是3等以上的聘用人员，食头路3档了后，就使有职务甲职称。不过外界烦恼，安尼去占着公务员的亏。不过即马行政院行政总处是表示讲，因同款毋是公务员，同款是约聘人员。全台公家机关请真侪临时派遣者非正式的聘用人员，为了保障聘用人员，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建议聘用人员人事条例草案，规定3等以上聘用人员应在聘用满3年了后，任特定机关有职称的职务。不过，却是做到这期，未来聘用人员恐惊败坏公务人员的名额。要告诉社会大众说，他到底会不会影响正式公务人员的职位？如果今天这样的门一打开，会大量影响正式公务人员的职位，那显然会大有问题，它也很难被大家所接受。人事行政总处讲，聘用人员人事条例是对特定专业领域，亲像研究员、科技机构，延揽高度专业人才留任，甲聘雇人员整合在公法契约聘雇关系之下，也强调聘用人员毋是政务人员，更加未处理公务员身份，未破坏现行文官考试制度。还是以身份是企业人员啊。他并不是国家考试公务人员，他没有转成有职等，他只是担任有职称的职务，所以他的薪水还是用聘约人员。他本来续多少薪水就续多少薪水，
他身份没有改变。另外，公务人员革新联盟提出质疑，聘用人员人事条例对着聘用人员有缘比较行政契约聘用，有缘无度调租工会，建议比较适用劳动基准法。人事行政总处是回应，此外也伫个继续听询各界意见。记者综合报道。国立联合大学有一个学生囡仔，2004年骑奥多拜时累残造成半衰。家属是这支车路设计有问题，要求赔4000多万。不过法院认定这车路无问题，下规定是囡仔骑奥多拜骑上紧。红色机车车头拢摔歹去，车壳也散甲龟头卡。2014年11月28中昼，当时读国立联合大学的4位学生，骑着这台机车经过苗栗联大路路行路段，却是无细腻，家己摔甲变重伤，造成规世人爱在床。家属认为是道路设计不当，对苗栗县政府提告，要求赔4284万块，不过遭到法院来驳回。联大路的宽度、坡度、曲度、超高度、铺面阻力系数等设置和管理，都在规范的范围里面。联大路连接联合大学学校甲宿舍，主要用路人是学生，不过因为路较宽较弯，对于2019年通车以来，常常发生事故。近5年来有128件学生的车祸，其中更加造成2人死亡。苗栗地方法院讲，4位学生的案件是委托交通大学运输研究所调查。联大路道路设计符合规范，也计算出4位大学生当时超速。那个路段限速是40公里。那分析机车擦撞的时候的时速是56.6到62.7公里，所以是超速是肇事的原因。苗栗地院虽然驳回家属各部的请求，不过伊话用上诉。离地条联大路常常发生车祸，联合大学学生也把连署要求改善。相关单位会勘了后，加装跳动的路面，警方也无定期规划超速处理，希望因有效来降低车祸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国光客运的西站是当前配合台北市政府西区门户计划，铁船搬走，也毋过国光客运要求铁钱的补偿。法院即马是判台北市政府要赔3228万，毋过专案也会当上诉。国光客运台北西站的 AB 2栋建物，伫2016年因为配合台北市政府西区文化计划，向铁路搬迁，国光客运要求北市府以铁钱补偿自治条例协划搬迁补偿，互北市府以土地使用契约规定维修拒绝，多年来无达成共识。今日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决，北市府需要补偿国光3228万，专案会当上诉。配合政府的建设，理所当然就应该给我们补偿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跟法院诉求的重点，那我们也获得了法院的认同。这个要给国光合理、合法、合情的补助，绝对是应该的。我是配合政府你的政策，我的建筑物还是向你政府来标购的。国光客运诉讼主张强调，当初客运西站建物也是向政府标购，提出补偿合法、合情、合理。北市府原编列5000多万补偿，因为法务局认为无法律依据拒发，国光客运要向交通部提诉愿和驳回，搁提行政诉讼。法院认定双方签订的土地使用契约属于行政契约，其中候车室是提供旅客运输服务有公约性。若讲依契约内容要求国光客运被当请求补偿，失去公平。属于无效，所以判市政府需要补偿。判决书的内容我们会再去做研究，那也会跟府级的长官做讨论，看是否后续的处理方式该如何应对。另外，北市府今次要上诉，北市府副发言人表示，判决书有还要进一步的研究，后手会将此案摆入市府定会，再个讨论后手处理的方式。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台北火车头进前因为疫情的关系，禁止互人坐伫大厅的涂骹。那疫情等好了后，到底敢要开放嘛？引起过讨论。即马代替决定要开放啊，而且搁打笑面的大大纸，互大厅即马看起来笑眯眯，并希望创造多元甲友善的环境。台北车站大厅即马有新的面貌，乌色地板搭上笑容的大纸，凡是微微啊笑、开喙大笑、啉目睭笑，各种的笑容拢有。白色地板嘛是真有卡斯，用包括中文、英文、日文、韩文、印尼文、菲律宾文、越南文等10种的语言，台湾各种族群的文字，写微微啊笑的字样，互北车的乌白大厅变成笑容大厅，吸引不少旅客来遮
打卡翕相。每个人都可以来这里，一起跟朋友这样聊天，然后一起坐着在地上的可以。现在我们疫情做得那么好，更需要开放给他们这些从好不容易在台湾过这个疫情的这阶段啊，对，大家一起度过啊。表示我们大家要微笑一点，不要闷太久。台铁进前因为疫情影响，宣布北车大厅禁止坐伫涂骹甲集会，也佮传出规划是永久性的禁令，引起外界正反两极的声音。部分的民团批评北车是无友善的地标，对此台铁甲公民团体举行会议了后，达成公共空间、公共使用、公民参与的共识。第一步采用的是国际通用的友善符号。也就是侧面展现北车的多元、友善甲包容性。原则上，公共空间公共使用，那我们以打造友善的环境为目的下，我们欢迎在北车大厅所有的旅客，他能够依照他的想法，在这个大厅找到属于自己的空间。台铁表示，无论民众对北车大厅坐伫涂骹的看法是支持还是反对，拢会当伫遮找到属于家己的空间。北车也会阶段性的推出友善方案，包括正式座椅、修理非营利公益性质的活动，让北车大厅成为多元文化甲族群友善的代表地标。记者综合报道。云林麦寮六轻工业区连挂道路，因为油罐车、山石车、拖车出入入，所以路面坎坎坷坷个路面是真歹。县府即马按算要开3300万来订铺担仔架，也毋过为何钱向公所5万6千会当出？来到麦寮六轻工业区，每间路超过1万名劳工进出，但附近的另外道路运营运沙和工业路，因为来往的油罐车、山石车、拖车等大型的车辆行驶。造成部分的路段地面严重逼起破损，县政府将投入3000多万经费来改善。咱这个动车吼，若要伫遮停车，以本身的动量吼，常常停车吼，佮加本来伊大概本身车当而且5倍以上吼，这样的一个重力加急吼，所以对于路面的损害非常严重哦。县政府表示，六轻的另外道路每天承受2万人次的劳动，超大型车辆进出。嘛是民众和六轻员工的行车要道，不过路面破损无平，恐惊造成行车安全。但对此，麦寮乡长蔡长坤表示，另外道路为何经费济，公所无能力负担，目前已经向六轻提出领养也是收入补助。但所以即摆后来有甲咱县政府协调啦，协调讲要到3工，咱来分伊的即个工作用路的时阵，我们一年2亿外，希望拜托伊会当到3工安尔。伊上总公司讲要甲咱到3工，按总公司啊落来时阵，我来甲咱县政府再过来大家来研讨这个方案。乡长蔡长坤表示，往六轻3条另外道路，计每5年就需要订铺一届，希望六轻会当领养。还是每5年提供2亿的收入经费，但目前六轻回应表示，因设计厂商公司多，目前搁在讨论中。记者为你报道。地方放送头来关心，即马土豆当地采收，毋过今年春雨较少，天气稍热，土豆减真济。虽讲市场即马绩效真好，毋过收无土豆绩效搁较好，嘛无路用。收割机伫咧土豆田里来来去去，农民无用伫咧采收。今年因为春天雨落少，天气真烧热，致使土豆生了真少，农民靠无土豆是拢真无奈。这几粒板尔，这哪有够？这安尼即区靠无。做市场就靠较好啦，靠这个好就无好。彰化县新港乡的农民讲，今年土豆的绩效希望比旧年加5块，一斤会使卖到41。不过3分外地只收500-600斤，收成介歹。对农民来讲，无土豆通好出，行情搁较好，也无较热。爱搁捡起来，若有这电这手有无吼？就爱搭黏黏的安尼。土豆收到转来，就爱搁剪爱拍，真够工。今年因为天气影响收成，食靠天食饭的土豆农，只会当偏啊猛烈，收偌济卖偌济。记者综合报道。那讲到日本昭和时代有名的歌星美空云雀，老一辈的台湾人伊拢知影。日月潭即马为着要拼观光，即马乡亲若是去日月潭，就当听到伊的歌声，嘛当了解日月潭甲日本的关系甲历史。七彩灯光
经闪闪烁烁，即成高水版的日本歌手米索罗拉希巴里美空混曲，唱的就是正受欢迎的卡瓦诺那加雷诺幼年川流不息。美空混曲的翁仔，唔但会伫舞台顶摇来摇去，后壁还有一个乐团替伊演奏。这组外冷冷的翁仔，就伫咧日月潭青年活动中心等时迎接人客。美空云雀这一组在国内已经算。在世界上也算是绝版了哈，这样子的一个系统，大概我们收集半年花了30万台币，每个乐器跟着它的喇叭是同步。为着收集所有的翁仔，日月潭青年活动中心费心神，伫咧日本的拍卖网站世界走找，就是要重新展现美空混曲美妙的歌声，也要互来遮佚佗的游客了解当地和日治时期的历史。刚好日月潭这个地方也是在日据时代所建立的这个水库，还有我们的发电厂，所以很多日本来宾来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东西。今麦游客来到日月潭，唔但会当看到大自然的美丽，也听会到美空混曲美妙的歌声，就通更较深入体会台湾和日本深远的过去。记者综合报道。丰岛老人福利基金会甲婚林未了的海丰社区，也有未了国校的海丰分校合作，互囡仔派一寡家私道具来体会老人行动无方便的感受。要教囡仔一定爱友好时段。未了国小海丰分校一寡学生囡仔，甲一寡道具派伫身躯顶，其实因是要体验老大人脚袂自力、行袂叮当的感觉。手举起来有点重。而且走路的时候会不方便，然后那个铁又很重，很有那个类似好像身重量感觉，而且就是要让我们体验阿嬷的辛苦。这耍游戏的，那做啥都拢袂歹啊，嘿啊，拢欢喜啊。社区的时代头摆含囡仔人同齐合作拼过关，笑讲耍游戏实在真心惜。这也是丰岛老人福利基金会头摆和婚林的社区合作，希望让小学生会晓体谅老大人身躯的病痛。总共分成4个关卡，然后分别去体验眼睛、手，然后还有肌力跟全身上下就是沉重那种行动缓慢不便的感觉。小朋友也因为长辈在旁边，所以对老化有一个更有感。透过这款的体验活动，唔但会使让小朋友了解身体机能退化的艰苦，阁会使教因对老大人爱有礼貌，甲因友好。而且，即摆台湾已经是高龄化的社会，老人的人口是哪来哪济，政府也着加强长照的服务，才通互因老有所终，安享天年。记者综合报道。为了推动智慧农业甲饮食农业，婚林馆10年前甲湖北科技大学合作开农民大学，即阵已经栽培超过1800外农民，未来是希望转型做智慧农民大学。领着这张农业经理人的证书，结束10个月的农业训练课程，婚林的农民顺利对农民大学毕业。唔但交到真侪朋友，也提升家己种植的技术，众人拢感觉真有收获。多元啊，什么都学。那只要你有兴趣，老师没有上的，同学问绝对问得到。有机的肥料，增进了一些植物的生长，带了成本降低，然后收益增加。婚林是台湾重要的农产地，为着要提升整个技术和经济产值，婚林馆唔但伫咧10年前和湖北科技大学合作，针对生产、加工和行销、拓展通路这方面替农民开课。未来农民大学也打算要结合高端的科技，打造智慧农业。想要以一条龙的方式，从产至销的3方面来协助他们，从专业来做，而且会分区域然后以果树类、杂粮类，然后还有养殖，然后甚至在农场加工，我们都会请专业老师来作为教导。农民大学即阵已经栽培1800多个真高种植的牛人，未来要透过分级的课程，请老师来分享安全农业技术的撇步，让更加侪人会使运用科技提升生产技术和行销能力。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委托台师大英语系去Core English 线顶英语学习平台，104学年度启用到今已经超过1100万人次使用过啊！而且即马嘛有愈来愈侪老师利用这个平台资源在教册。看美国歌星泰勒斯创作的歌曲，每唱煞一句，就会跳出一个空格，添正开单字，后一句搁该挑战。
听过学英文是酷English线顶英语学习平台经济单元之一。台北市丰道各中英语老师戴志宇，这5年拢甲平台资源放入去教学。学习之后，他是利用游戏的方式来完成评量。我这是跟我以前教学还有经验里面很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孩子们喜欢在学习之后是用游戏的方式，那是一种无痕接轨啦，就是说他已经完成了这个游戏，其实也完成我的评量。建立平台第4代英语系教授陈浩仁讲，酷English为国小到高中拢有听讲阅读写的专区，有绘本嘛有电动，是真多元。104年到即马已经有40万人注册。超过1100万人次使用，只要老师好好使用，加减会当提升学生能力。但是嘛发现部分偏乡的网络速度也是有问题。2个班都跑不动了，它影片就传不动了。那语音辨识更是需要大量的，因为是声音进去出来，所以语音辨识又卡关了。因为有前瞻计划，我们才陆续才有一些硬体的设备，而且山上常常停电，1个礼拜、1个月可能会停个2次。除了网络甲电脑，大校老师资讯能力嘛无同。教务表示，才会为全国选出60外件运用平台资源优秀的教案，要甲经验分享给其他老师。记者林小慧、新志明台北报道。咱国内囡仔医疗资源都市甲庄脚资源是差真济，中南部甲台东的小儿科医生就发起联署，呼吁政府爱注重这个问题，而且健保的制度嘛爱改革，让6岁以下的囡仔唔免部分负担。中南部甲台东儿科医师发起联署，要求政府重视欠儿童医疗资源。短短几工已经得到800多名医师甲医师人员联署。说当初健保法立法的时候，那就把这个预防性的疫苗是排除在健保给付之外的。预防医学的处置，竟然国家到现在为止还是都用一些临时的非常规收入，例如说烟捐，很显然需要再重新去做一个评估。成大医学院附属病院小儿科医师表示，干那照顾癌症病毒医师，台北市甲台南市人数差距都有4倍以上。屏东县甲台东2县连1位儿癌专科医师拢无，多年来城乡区域分配严重失衡。可以召开这样子的一个全民的儿童健康安全的国事会议，真的全面性的来检讨整个的儿童从健康照护到安全保障上面的一个整体规划。儿童健保问题也真多，医师表示，健保开办之初无考虑儿科医疗成本是高过大人几啊倍，所以儿科健保给付自一开始基准值都偏低。儿童医疗发展有关处理长期资源不足的困境，是要重新来规划健保的给付在儿童医疗这一块，全盘再规划，那让儿童的医疗更完善、更巩固这样。因为少子化，小儿科近年来成为病院的高儿科，甚至是经营者严重的赔钱货。医师认为，台湾儿童医疗失衡的困境应该受法水改善，并且建立国家儿童照护网，提升儿童医疗权。记者综合报道。屏东科技大学博在科学甲设计系教授黄俊杰，伊认为创作除了爱功夫手艺技术好，内涵甲态度嘛是真重要。最近，伊就伫学校举办展览，咱嘛做伙来欣赏。2020总统就职典礼国史，第一座选用1000年台湾小蓝，配合台湾古物，以传统榫卯相嵌，插盘以代表生命力的台湾野百合做意象，祝福国运昌隆。这是屏东科技大学博在科学与设计系教授黄俊杰的创作。伊讲当初受到总统府的设计委托，感觉真有压力，1个月就3、6公斤。我是非常的紧张啊，真的压力非常非常大，创作了这么多工作了这么多的作品，这个作品我是觉得压力很大。这个作品它是为国家所典藏，而且一辈子就是跟着我们的国旗这样子的传承。黄俊杰老师是对台东广东高工的家具木工科毕业，因为厝内散车，升学的路是真坎坷。不过一路上不断精进家己的木工技艺，国内外是得到真侪奖。伫咧屏科大教册以来，提升传统的木工教育，要求学生唔干那爱正做技艺高超的工匠，
佮爱伫咧作品内底注入内涵和生命力。我们老师呢，他平常深厚的功力，相信呢，在这些老师的指导之下，我们的同学呢，将来会有更多的就业的竞争力来贡献于社会。黄俊基教授的作品目前伫咧兵科台展出，40多档来心花，要互少年的学生看到的，唔单只是有路的目材工艺，上重要的是要安怎延续目材的生命，传达一人精神的作品。记者报道。那伫嘉义民雄的国家广播文物馆甲中正大学即嘛同齐伫举办旧相片的展览，有百外张80多档前的老相片，记录在地重要的建筑物文化活动。即摆展览会展到9月底，希望互乡亲会当更加了解民雄的在地文化。一张一张的旧相片，内底记录着80多年前的在地历史，而且还有已经公布放送的设备。嘉义县民雄乡的国家广播文物馆配合着中正大学的文史调查，举办着旧相片的展览，给下一代很好的榜样，可以知道民雄以前就是这样子。这个照片呢，我看起来都很珍贵。因为反正他们的活动是大学跟附近社区的互动，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棒。这个国家广播文物馆以前叫做民雄放送所，属国防部管理。因为军方的背景，所以伫地方上嘛相当的神秘。一直到1998年中央广播电台脱离国防部了后，才让这个所在有机会影响民众来开放。国家广播文物馆在这边已经80几年，它有83年的历史。那我们在这边把声音发向全世界，好，然后在这边找到过去的历史的意义，在现在重新解读。我们希望台湾可以走向更好的未来。这个所谓的老照片展，或是做一些文史调查，让大家去了解到这里的一些文化的历史。我们希望师生跟乡民能够彼此的认识，然后有一些认同，然后可以来一起为民雄这个地方做一些新的发展出新的可能性。伫这届旧相片的展览当中，知名导演王小弟的爸爸嘛，因为要来这视察，所以嘛出现伫咧旧相片内底。因此，导演嘛特别落力来到嘉义参加活动。主办单位表示，这100多张的旧相片记录迄当阵的生活甲宗教文化的环境，希望以后民众了解民雄的即马甲过去。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高雄左营的木林街7月初有一台载货客卡车停伫爆花边，因为载伤当全气气滴着爆花，嘛造成爆花氦气甲路边防火坑，所以高雄市的水利局这几天已经赶紧的抢修。卡车停伫个雨花边，煞因为伤重，把雨花甲路拢总地歹去，该出动吊车甲卡车拖离现场。这是伫个高雄左营区的文林街边啊。画面这条沟是做工船的分流，若是风台还是落大雨，水面可能会涨起来到接近路面的高度，所以住伫附近的民众看到雨花放落，拢真烦恼。一定会担心的啦，因为怕下线，真的那像那掏空的地势下线，我们住在这也怕，也会怕啊，一定的吧。高雄市水利局2号接到通知了后，就紧急派怪手去现场，这几天拢伫咧对放落去的所在进行紧急的灌浆，拍摄更帮装来稳定道路，避免水流冲过，造成进一步的危险。到7月12号已经有将钢板砖的部分已经打设完毕。那因为刚好旁边有住家，当初就建议说要先将那个钢板砖来打设，那维护就是住家的安全。抢修的同时，水利局嘛要求顾问公司规划雨花修理的设计，同时协调用工处来加调风害维修工程的手机。当围水等等准备的作业完成了后，差不多13号开始来修复，希望尽量伫1个月来完成，幸福民众安全的道路甲雨花。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受疫情影响，2020秋冬的芭蕾服装秀，即马要改做用线顶举办。以前是model伫舞台行来行去，若即马各大品牌拢爱推出影片。若因为即马改用线顶举办，饭店甲礼车已经无生意，所以损失惨重。法国高级时装品牌迪奥，随意大利有名导演加洛尼推出品牌微电影《迪奥新会》，取代原本应该伫巴黎举行的高级定制时装周早时活动。受到疫情影响，2020秋冬巴黎高定时装周改伫7月初6到初8伫线顶举办。原本应该是客满流行界真衰的巴黎街路是冷冷清清，为迪奥到香奈儿各大品牌放弃新电台，用精彩影片吸引客
退化眼光。So I think you cannot live without emotions, and those shows are made for that. 另外一位设计师认为，透过影片强调作品复杂的设计是真趣味，考虑下一摆搁试看卖。Frontières, quand est-ce qu'elles vont s'ouvrir véritablement les clientes américaines, je ne sais pas comment ça va pouvoir se passer. Là, en ce moment, ça me semble un peu compliqué. Je ne sais pas. 不过对豪华轿车接送商来讲，活动促销就因讲是上机消息。L'impact d'une Fashion Week virtuelle est majeur sur notre activité, car il n'y a plus de clients à transporter. Donc très clairement, pour nous, c'est une perte immédiate et à 100% sur ce segment d'activité. 根据路透报道，巴黎每年举办几啊场时装周活动，应带动11亿欧元的经济产值。巴黎副市长负责旅游甲文化事务黑克表示，实体服装走秀有希望在9月重返巴黎，各大品牌正在一桥走找举办的会场，不的确用趁这段时间思考未来如何调向更加力量的方向来办。Aussi une formidable vitrine qui renvoie l'image de Paris à l'international. Donc il y a quand même un certain nombre de choses comme ça qu'il ne faut pas qu'on remplace et qu'on ne pourra pas remplacer comme ça. 记者综合报道。有网络的生活真利便，若无网络的生活生啥款？非洲有13亿个人口，只有28派人有网络头用。不过即卖有一种空气球的网络，就亲像鸡龟仔共款，大大粒飞伫天顶的网络科技，互肯亚民众即卖嘛有4G 头用。民众笑甲真欢喜，因为伫偏远山区总算会当用4G 网络。官员用手机甲另外一面的肯亚总统视讯通话，这拢是因为有一粒伫咧天顶的超大型气球。Kenya being the first country in the world to commercialize the technology, this is basically base stations up even beyond where the planes are. 美国科技业者Google的气球计划，甲肯亚的电信业者合作，伫肯亚西部甲中部偏远地区开始4G 网络铺设工程。35粒长24公尺、大小差不多网球场这么大，用聚乙烯材料制作的氦气气球，顶头绑太阳能板加电池，对美国加州加波多黎各出发，由19个电脑控制方向，飞到2万公尺悬，差不多拢无好无死难的天气现象的平流层，以此做网络传输点。涵盖5万平方公里的居民，比传统的基地台加出8倍。就算是住伫咧山区，也免担心甲外界失去联络。农民要做生理也较方便。Tanisaidia niwafikie wale wako diaspora at least. Ngozi imekuanga ngumu sana, hasa network hapa bado iko chini. So wakati mwingine communication unapata unapitwa. Hata unataka kuwatumanishia asali lakini mode of communication inakuwa ngumu. 高空气球网络唔是新技术。2017年，波多黎各遭受玛利亚飓风侵袭时阵，25万受灾民众就是用这高空基地台连上网络。这项技术大部分拢是在区无线通信基地台倒去时阵的代替方案。伫非洲13亿人口内面，只敢若28派人有网络通用。即马用高空气球，希望会当小可改善所谓落差。记者综合报道。英国的旧石镇、大石头镇，逐年拢会吸引济观光客去看。考古团队即马伫咧石头附近，阁发现大量的大石头，摆出一个圆箍仔的形。科学家即马研判讲，这两个应该有关系。伫地图顶大窟窿外口一个红点，就是新发现的正大型、敢若古井的坑，算算会超过20个。这个古井坑伫咧旧石镇东北边差不多3.2公里的所在，上起初发现的时阵被认为是自然现象。要用地壳调查内面的土炖起来年份，搁伫咧地图顶甲这个点拢连起来，才发现是人为的。这个坑是以威灵顿墙做中心，围做一个2公里宽圆窟仔，伊迄当阵的技术是无简单。These are 20-meter diameter, at least 5-meter deep, are oriented in a kind of an arc. Both to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of Durrington Walls. The orientation of them, the spacing of them, would suggest that they have some organized sort of ritualistic reason for being there. 旧石镇伫1986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是英国南部著名的观光地点。高56公尺的大石头摆做神秘阵型，每年吸引超过130万位观光客。就讲那是旧石镇被推断可能是古代社会宗教中心。考古团队讲，这个古井坑有可能是宗教领域的边界，因为这个坑甲旧石镇形成的年代差不多拢是4500年前，关联性正悬。
不过真正用途对科学家来讲，又还是一个谜。怎么新发现的这寡古井溪可能会提供新的线索？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今日各地台温度，伫北部的温度上加27度，上悬37度；中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6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6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5度。外岛的温度是27度到35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视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请顺心，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元啊。大家敢有发现我的头鬃有啥物无同？今仔日咱的主题就是做头鬃。做头鬃汉字写作做头鬃，罗马字写作知耳者，特鳌头，知肮脏，做。第3条，头第5条，鬃第1条。不管是查甫囡仔还是查某囡仔，爱水本底就是真自然的代志。像阮爸爸3不5时就会去洗澡做头鬃，甲我同款。查甫去剃头，看是要剃平头、女乌头。女乌头就是剃光头的意思，也是要加3分仔头、5分仔头，外国介时行的海角仔头，拢会使，只要家己介意就好。若是有流济味，就要定定收，较袂插着目睭。有的人破平、破中央，也是破边啊，破你的面型较适合倒一种。啊，头毛。若伤高就爱拍补，会较清爽。查某囡仔头毛要洗澡，通常会先剪、修、洗头。若是要电头鬃，就用管啊、药啊落去电，看是要电大管的，还是细管的；要电好球，还是要电好直，拢有法度。啊，若要染头鬃，看是要染什么色，要染一撮。一片，还是捏规粒的，会使做足侪变化。咱若是发现有人去剪头毛、去剃头，会使家己学了讲，1日剃头，3日烟头。这句俗语的意思是咧讲，剃头了后，人看到较清爽、有精神、较烟头款。佫有一句俗语讲，头剃啊，无洗敢袂使，意思是咧提醒咱大家做代志唔通做一半，要做就要甲做较好，有头有尾，安尼较好势。溜做头鬃，洗澡，剃平头，坐眉，拍补。1日剃头，3日烟头。头剃啊，无洗敢袂使。有时若心情真歹，我就会去互人洗头，洗到一个换头鬃型，有好心情。
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